盡情失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國風教唱歌嘅教學頻道。今日咧，我想介紹一首好舒服嘅歌俾大家。而呢一種歌咧，其實好多 pop song 裏邊咧都出現過嘅曲風，就係 ballad。究竟係咩歌？我哋一齊聽聽。你有邪惡，有頹廢，有神化，但可愛。穿架後的生化衣在旁邊，仍有害。就係我哋人生至少做一件離譜的事。嗱，冇錯，呢首歌咧，佢個曲風就係 ballad。ballad 嘅意思咧就係將一啲好簡單嘅音樂配樂，一啲好簡單嘅元素擺落去，成首歌嘅氣氛氛圍都用啲好簡單嘅和弦去創造出嚟，而且最重要嘅重點就係要透過演繹者嘅表達方式，利用佢哋唱功啦，利用歌詞裏邊去表達出一首歌嘅意思。我話無悔就無悔，毒蘋果亦照在。時代太壞，若再等，怕我已不在。聽到一開始嘅段落，你有邪惡，有頹廢，有神化，但可愛。無論歌詞同埋佢演繹嘅方式裏邊，都係正正代表住年青人敢作敢為，好直接咁樣去表達自己心裏面想講嘅説話，或者好想得到一啲嘅回應。將潘多拉盒子的蓋慢慢揭開，禮物再壞也是禮物，勝過永不拆開。是場噩夢，我仍然揀你，今次都沒用，盡情失控，離譜的美麗，世人永不懂。所以就話呢種嘅曲風咧，點解要靠歌唱者嘅演繹方式，同埋透過歌詞去滲透每一個人嘅心，就係簡單嘅旋律、簡單嘅配樂，然之後用自己最真嗰一面唱出嚟。就算去到副歌嘅位置，都唔係要賣弄一個唱歌嘅技巧，只要輕輕地去透過一種氣聲唱出嚟。氣聲就係咩啊？是場噩夢，我仍然揀你，今次都沒用，盡情失控，離譜的美麗，世人永不懂。呢種你大家聽落嘅時候，哇！我好似挖穿咗你嘅心咁樣一樣，聽落舒服得嚟，你又容易記喺腦裏面。人太多，如果想快樂，別稀罕陣痛，能跟你在荊棘中抱擁，就算傷根本不痛。同埋冇咗嗰種舊式方法去唱，舊式方法係咩啊？一啲好重嘅音，或者係加啲嘅震音，就算傷根本不痛，完全 skip 晒呢啲咁 old school 嘅方式。盡情失控，離譜的美麗，世人永不懂。評論太多，如果想快樂，別稀罕贊同，能跟你在荊棘中抱擁，就算傷根本不痛。去到最後嘅副歌，大家都聽到，冇錯，的而且確用咗少少力，但係都係少少，唔會升華到係一個好高昂嘅情緒。唱出嚟嘅時候，大家會感受得到佢嘅演繹方式好細緻，更加動聽，更加有感情。所以大家練習呢首歌嘅時候咧，唔需要太過用力，練習多啲嘅氣聲。OK， 用一種好溫柔嘅表達方式，講出你心底裏面嘅故事，至少做一件離譜的事。所以你哋更加要落力去做呢一件事。如果大家有啲咩意見，可以喺留言區留言俾我哋，同埋記住訂閱我哋 VMA 嘅 YouTube channel， 仲有記得點讚。誰都可發光，梗係揀呢個地方啦。